伫台顶跳着迎元舞蹈，南胖查周年庆将要来到，特别举办盛事大会。南纺10周庆，迎向胜利，突破18亿。伫会中特别突破写有18亿的气球，象征营运业绩会当达成。我想我们的18亿的目标，今年肯定是没问题的。对着突破业绩信心满满，因为去年全年业绩突破200亿，今年的目标是102亿。截至到9月份，已经累积73亿，跟去年同期相比，成长将近3%。击败动期为24号开始，持续到11月7日。提供给台南市民还有各位来这边的一个客户最好的优惠堪称是我想全省最好的那现在推出的就是6000有20%的回馈这是我想一直都有的一个传统。只要到指定的店家消费满6000块，上悬会当得到1200块，20%的现金回馈，同款再予消费者上好的优惠。另外，即马还阁有泡泡玛特、乐高限定店的进驻，南胖人潮满满，交通会当讲是一大问题。客人的相当踊跃这是我们非常感谢的部分那希望说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停车空间那我们客户能够享受到，我们在努力当中。准备好停车场，规划好交通路线，要来准备迎接周年庆。台南新闻所会采访报道。